卫福部实施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，主要讲若是有医疗争议发生的时，爱互双方先来调解。不过去年也是有806件的争议调解事件，有这法界人士就建议讲，政府应该设一个救援基金，该强制医疗责任险由主管机关协调来扩大理赔。医疗科技一直进步，医疗服务水准也提高，不过医疗纠纷依然一直发生。虽然卫福部在去年2024年实施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，简单叫做医护法，互医病双方先调解。不过去年依然有806件医疗争议调处案件，而且刑事诉讼法修正，申请甲鉴定人要到庭说明甲顾明才规定。医界认为，这国考医师无愿意出庭，也无愿意顾明出来，面临同事压力。医界小到不行，小到特别是重症科，像神外或心外他那个其实对医师的压力是大到非常大他具名，其实所有鉴定人都是你的老师或你认识的人。到庭延迟说明，那要接受这个诘问，会形成一种针锋相对的这个局面。根据台湾高等法院刑诉庭统计，2016年到2023年期间，医疗勘查诉讼民事案件十大过失样态统计，以违反告知说明义务上罪有457件，其中骨科、医美甲妇产科医疗纠纷案件是前3名。法界人士建议政府应该成立医疗专责基金，或者是强制医疗责任险，由主管机关协商扩大理赔范围。如果你的经费是来自国家，特别是我常主张是说，像我们这回超征的税收的时候，这是最好的时候，你就拨个50亿当做这个基金。通过的医疗事故的预防与调解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这个就是最近如主在讨论。那中间如果有什么比较不知案难行或者是顺我们都可以来考虑修正，都没问题。卫福部强调，医护法施行进前甲施行了后，医疗争议调处案件成立率为原本的39%升悬到45%，已经发挥一定成效。未来也甲法务部共同研究推动刑事诉讼法修法，让医疗纠纷的处理制度更加完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